时的荣誉精神，就是甲快乐过好故乡真好朋友，因为节目真精彩。首先邀请三个少年辈歌手，会唱会演过真高讲少年玛雅、江明娟、黄文兴，这三个少年人要甲大家报告，就是讲，其实唔是每一个艺人拢这样。顺利，不是那么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，就一切都很顺利的。那时候我真的是过着，就是每天只吃2餐的卤肉饭，而且一碗卤肉饭是15块这样啊。然后做到饭时光两个个感情唔也好，到底红我这老师是倒一个咧？这两个熟悉。那你们有共同的偶像吗？还是共同的朋友？好朋友，我们有个共同好朋友。共同的好朋友也是偶像。对对对对。哪一个？哦，大小通吃，男女也通吃。对对对，连我们2个都通吃。你看，姓黄。对，姓黄。对，而且他，而且他的名字跟星星一样闪亮。对对对，跟星星一样闪亮。对，叫黄文兴。哦，这金曲奖的呢？就讲新闻呢。系啊，南国引导。对对，黄文兴我个人嘛真介。我感觉以前哦，真的是闽南武歌团的罗志祥，有这个气质的。好，对，你们2位都是共同的偶像黄文兴，是，也是我们2个老人家喜欢的黄文兴。是，现在欢迎金曲歌王黄文兴。Hello， 现场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黄文兴，带来第1首歌曲《爱甲无量》，再见。消失的热情，冷淡的温存，我在黑暗的空气中找出最后的可能。吵闹的声音，无了的剧情，一段感情渐渐变化，事到如今我才知影，是不是爱甲无命不知影。伤困才知影，少人温柔的笑容是美丽的形影。是不是人过酸涩不知寒，失去了才知输赢。原来人生的孤单，依然错遇的是就已经注定。是不是爱甲无命不知影？伤困才知影，少人温柔的笑容是美丽的陪伴。是不是人过酸涩不知寒，失去了才知输赢。原来人生的孤单，依然错遇的是就已经注定。碰个好，偶像，哇，现在太好难约哦。是，文兴嘛是超我出来嘛。也是，好，嘛是超好出来，对。问题来了，问题来，每一个歌唱比赛过程，请问，先请明娟回答。有想要讲啊，我卖比啊啦，比赛这艰苦，唔来过关没过关，有没有想过？其实一定有啊。其实遇到很多事情，就像我们比赛的时候，其实很多歌曲不是自己选的时候，你会。对我们来讲，如果要唱一个新歌，就会觉得很困难。为什么要让我选这首？我不喜欢，或者是我不会唱。那时候就超想放弃，说你要淘汰我，你就直接讲嘛。都会这样想，就不要比了。文兴更惨的屏东人呢？对啊，要到台北是吗？迄阵有巴肚有什么困难？在比赛之前，我就一定伫台北咧做工过。不过因为拜五拢爱彩排，拜五的会甲出了足济，所以变成讲我拢爱去请假。是，拜六才是正式的这个录影。所以可以叫你卖走啊？对啊，因为艺术是安尼。那时候我真的是过着，就是每天只吃2餐的卤肉饭，而且一碗卤肉饭是15块这样。你不要灰心啊，碰狗一生当中被淘汰了2万多次，这么多，因为他的外表。正经，他在阮的年代是在引导的，是看来讲在河边转，正经啊。秀兰，你有这种想法过吗？其实因为我那个时候比赛的时候很年轻，才10几岁而已，所以那个时候除了就是
就是上学之外就是歌唱比赛，每天满脑子都是背歌这样子。我只有一心往前冲，没有想过要放弃。真的好，对，这是好，这是你的目久有够知。可能讲厝内边有法度，予你钱财方面的资源，经济上，但是坐车就出问题啊。参与这段是多少冰冻啊？我们也是就借住别人家，就亲戚家里这样子。文心更惨的冰冻人呢？对啦，要到台北是吗？迄阵有捌拄到什么困难？迄阵啊，其实我迄时阵咧比赛之前，我就一直伫台北咧做工过。不过因为比赛哦，我算应该是说就被人家洗头了。洗头了，对，是安尼哦。对，我现在去上班呐。对，因为拜五拢爱彩排，拜五的会甲出了足济，所以变成讲我拢爱去请假。是。拜六才是正式的这个录影。所以故意叫你卖做啊呢？对啊，因为艺术是安尼。卖面无收入边啊？无收入，就是好佳在，我有3阿哥拢食好起。对，还是需要人家资助。对，还是需要人家资助，不然自己真的很困难。那时候我真的是过着，就是每天只吃2餐的卤肉饭，而且一碗卤肉饭是15块这样。真的，一缸食2碗卤肉饭，加一个卤卵嘛，一礼拜一件加菜。加菜是加啥？就是买一块排骨安尼。如果这个状况，秀兰现在要你用歌曲来代表，你会想对一条歌？挑一首那种心情。第3月台。第3月台。就是说要离家去台北拍片，那种第3月台。就是很复杂的心情啊，通常都是有第1月台跟第2月台嘛。对。当你不知道要前进还是后退的时候，心情就是好像第3月台一样，我干脆走到第3条路好了。哎呦，人生有第3条路，通选择嘛袂歹哦。咱来听这条歌。这首歌我去唱到民国61年的时阵，你初段的时阵是6块红，好啦，你赶紧去钓大塘。我看你有面汤，民国61年，我伫台北的黎明工专咧读册。做学生哦，是啊，每年。我想到你会做学生。每礼拜哦。大家都有年轻过嘛。但一看就知道像教授啊。这是现在的。安尼暗时啊，坐冰块车为家己坐到台北，拢礼拜暗时，拢无位啦，我讲徛，徛人过庙咧哦，过庙有一排迄个，敢若中油迄款的火，是，看排火讲，会喷火，安尼安尼天空亮亮的这样子，就过半路啊，安尼到桃园有位啊了，坐咧啊，准备要落车，困去啊，困去，一直坐到傻哦，唔是，醒起来就家人，就过头了，真的哦，然后包计程车回到泰山。一礼拜几拢开大去啊！哎，那你就可怜了哈。因为就没有车回来，只能坐那个。没有，然后要等家落去借钱坐车啊！无钱通食饭啊！去甲迄厝主吼，因迄偷乌饭啊，导游蓝蓝的安尼，安尼嘛是咧贵啊！我你在凄惨吗？你讲我在凄惨？是无啦。我们还好，其实，就像家里人其实会给你资助，只是我们不会开口。可是我知道开口一定有，只是我们就比较，就是比较爱面子。这个很重要。对，我觉得是不想给家里人烦恼啦，就会想说自己能撑就撑撑看。真的是这样。当初我离开暖暖，因为我他妈的不会低吧？伊讲你生这款年，你也敢去演给改？就是啊。什么？既然阿妈给你鼓励呀？不，阿妈讲我安尼就不要紧啦，因为我较早咧换营上班嘛，铁饭碗。伊讲你若去台北2年。拢无啥物吼成绩出来，你等下过一档猪肉担。哦，但是我惊到要害伊。迄做要卖猪肉，透早2-3点才出骨的。哎呦，迄个卖2只，迄间拢免休困的。所以呢，我就想到迄个猪肉店吼，我一定要坚持落。真的啦。所以卖猪肉出2个人才啦吼。是。卖猪肉王做蔡小姐，一个北过来嚯。我在这。好啦。
我以前拢有一个辛苦的过去啦。对。啊，但是您今晚的已经呢，爬到一个位置上面来了。啊，总是中间有一个挣扎的过程啦。难免啦。文星，我会记你甲迄个唱一条歌叫什么？三心两意，人拢有三心两意的时阵，你有想要无爱唱歌的时阵吗？迄当阵的比赛其实有啊，然后比完赛之后，其实更强烈。因为不是讲比赛了，你就平步青云。因为大概其实哦，阮咧比赛，大家拢会感觉讲啊，后壁那是丢第几名后壁就阮特动的啊。其实不是安尼啦，啊，其实真正是。落了，才知影讲唔是安尼啊。对，没有那么简单。所以过关无代表讲哦，你出唱片啊，从此就做歌星。对，也没有一定过关就一帆风顺。对，也是有很多的挫折。对，所以有机会哦，再大家深深来了解，出车哦，大家看。好，光看外乌，我电视台外乌。哇的。是啊，后来我是讲，今摆来唱那三心两意啦。好，大家来感受一下。啊，你觉得吗？犹豫的心情。不，我今仔哦，想要来。找江明娟做合唱，因为之前我去迄个，我出唱片的时候去各大，我们两个刚好一起出片，对，所以我们两个加起来就是明星2人组，我们在对，真的不错哎，我们就在夜市，就台湾各大夜市走唱，对，真的，安尼今天咱来到宜兰这个所在，来发挥您当初的精神，好，来三心两意大家拍过来，谢谢。选择难舍也难爱，电话彼边是你久久的无奈。若是会当选择，希望搁等来，友情甲爱情，拢袂受伤害。伊的相片。伫床边，也是满心悲哀。想要家己离开，重新行一摆。两人的世界无我存在，是我不应该摆入阮心内，只有时间，予咱三心两意的爱，做一个平静所。是我不应该抱伊伫阮心内，当初是阮带伊做成一款暧昧，都无来想着伊是你的爱。是我不应该抱伊伫阮心内，只有时间，予人伤心了。找一个平静所在，是我不应该抱你入阮心内，当初是阮带伊做成一款暧昧，就无来想着伊是你的爱。谢谢。爱高唱哈，三个拢真高唱啦。啊，但是要今仔主要这就这三个少年人要甲大家报告，就是讲其实唔是每一个艺人拢这样顺利，不是那么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就一切都很顺利的。很多人呢想破头，一直要进入演艺界，对，甲大家报告，这数字公布出来，你就会惊到哦。为地方上伫咧走迄个舞台吼，跳倒摆走场的，佮甲电视安尼拢总2万个，台湾咯2万个，2万个，咱想看卖咧，电视出来你捌几个？我看无超过100个。是啊，所以要铺到顶悬个，迄是真困难的代志。上好是有后壁这2位啦。这2位伫咧这个业界加起来大概有100年的时间。哦，就很资深呐。对，当然。你若我都像共款安尼徛甲这尔久吼，我讲舞台永远是恁的啦。我们的目标，坚持嘞，人间的国宝。